家好啊！今日咧想同大家探討一下咧，香港最具競爭力嘅前景嘅行業。響未同大家講之前咧，就首先希望大家關注我哋點讚我哋，同埋咧發俾其他人睇好多謝各位。我哋今日講咧就係即係最具競爭力嘅前景嘅行業啦。咁香港咧就擁有最先進嘅醫療即係健康嘅服務嘅。居民預期嘅壽命咧就係全球最高嘅，同時咧亦都有好多發達嘅經濟體一樣未來咧將要面對咧人口老化嘅問題嘅。香港咧65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嘅人口比例咧，預期咧就將會由2021年總體嘅人口嘅20%咧就升到2024年嘅32%嘅啦。人口老化同埋消費者健康意識嘅增加咧，帶動咗醫療健康服務同埋產品嘅需求嘅上升嘅。根據食物同埋衛生局嗰個資料顯示咧，喺2021至22年度咧，香港嘅私人同埋公共醫療衛生嘅總開支咧，約為2432億港元，佔咗全本地嘅生產嘅總值嘅8.5%嘅。65歲以上人口咧，估計喺2030年咧將達到總嘅人口嘅1/3嘅。咁慢性病嘅負擔咧就會加劇嘅。65歲以上嘅人口比例咧，預期咧就由呢個2023年嘅19%咧，會增加到2036年嘅33%。帶動咗呢個慢性病嘅管理、康復、機械同埋咧智慧養老嘅設備嘅需求嘅。香港嘅醫療體系咧就係以呢個雙軌制嚟運作嘅。公營醫療嘅系統咧，如公立醫院就提供低廉但係高質量嘅服務，而私營醫療機構咧就以呢個高效而家個性化服務吸引中高收入嘅群體嘅。呢個公營醫療嘅輪候時間長咧，私療醫療嘅收費高，非常之高昂咧。公營醫療嘅壓力咧就顯著嘅。2023年咧就香港嘅公營醫院咧就急症室嘅求診人數咧達到154萬嘅，床位咧嘅使用率都90%，反映出咧基層醫療嘅資源咧非常之緊張嘅。私立醫療咧就嗰個高階段化嘅發展，香港嘅私營醫院咧國際病人嘅就同比咧由呢個2019年嘅12%咧升到2023年嘅28%嘅。喺度高端產婦咧，即係高齡產婦咧，養老康復等呢啲細分嘅市場咧，就年複合率咧增加咗15%嘅。香港嘅醫護人手短缺咧，醫生同埋人口比例咧，又有為一個醫生咧就對509嘅人嘅，遠超呢個新加坡咧就一個對399嘅，高出咗200個。就中醫藥嗰個合法化個產業嗰個機遇咧，就收錄咗160種中成藥之中咧，香港製劑咧就佔咗40%嘅。預期咧喺2025年呢個市場規模咧將會突破咗50億嘅港元嘅。香港呢個基因檢測中心個數量咧喺5年內咧就增加3倍嘅。咁2023年市場嘅規模咧就達到12億港元咧，主要咧就應用喺呢個癌症早期嘅篩選同埋係個性化嘅用藥。電子健康記錄咧就互通嘅體系覆蓋咗90%嘅公營機構噶啦，但係私營診所參與率咧就仲係不足嘅。香港嘅醫療咧健康器材同埋儀器嘅業咧主要咧就針對家庭嘅消費市場。現代科技咧對呢個醫療健康業咧都極為重要嘅。智能醫院同埋遙距嘅醫療等領域嘅發展咧，為到呢個業界咧就提供咗創新同埋可持續嘅解決方案以應對咧不斷咁增長嘅服務需求所帶嚟嘅挑戰嘅。香港政府咧就喺港深創科園裏邊咧就設立咗生命健康創新科研嘅中心以更好咁樣發展香港響生命科技就係嘅優勢。更設立咗咧100億元嘅新型嘅工業加速計劃。為到咧呢啲生命健康嘅呢個科技企業咧，就喺呢個新設嘅生產設施費用方面咧，提供更多嘅資助嘅。香港咧係全球領先嘅生物科技公司嘅集資中心之一嘅。為咗促進香港同埋各地嘅醫療合作咧，改良藥物嘅註冊制度後咧，香港個藥劑業咧同埋係毒藥管理局咧，就加入咗4個地方嘅。好似內地咧、巴西咧、韓國咧同埋新加坡咁。藥物咧個監管個機構就令到咧就內地同埋相關嘅地方註冊嘅藥物咧，可以由香港註冊同埋使用，令到咧即係本港嗰個藥物供應咧更加多元化嘅，更加快嘅新藥嘅審批，更加吸引咧藥物嗰個研發同埋喺臨床嗰個測試喺香港進行嘅。香港嗰個科學園咧就設有國家嘅重點嘅實驗室咧，就共有12所嘅。研發咧就投入咧就佔呢個 GDP 嘅，即係由呢個2018年嘅0.93%提供到就係去到2023年嘅1.42%嘅。香港大學、中文大學咁基因嗰個基因組學咧癌症嘅研究等嘅領域咧就躋身於全球嘅前列嘅。香港咧個高校咧獲得內地嗰個科研基金超過咗5.6億元。香港大學呢個團隊咧開發嗰個微噴劑 COVID-19 咧嗰個疫苗咧已經就即係進入臨床嘅3期咧，預期咧就響
即係以24年底咧就會上市。咁訂單嘅金額咧亦都超過咗10億嘅美元嘅。咁人工智能輔導嘅診斷咧，咁商湯科技同埋香港瑪麗醫院合作開發嘅 AI 影像系統咧，咁乳癌早期嘅診斷咧就準確咧達到97.3%嘅，即係誤診率咧只係4%嘅啫。咁香港咧已經獲得呢個 FDA 認可嘅1至3期嘅臨床即係試驗中心嘅數據咧就躍升為呢個亞太嘅前5名嘅。咁2023年咧就承辦咗國際多學中心試驗嘅即係比同期咧增加咗67%嘅。咁政府咧就推動中醫藥咧就係醫院嘅設備咧結合咗循呢個醫學嘅提升產量嘅價值。咁香港咧作為咧全球一個融資中心，吸引咗淡馬錫紅芯資本咁嘅投資生物科技嘅 IPO 嘅。咁普通法制即係嗰個體系咧，同埋呢個國際專利合作嗰個條約 PCD 咧有個保障嘅，吸引到跨國嘅藥廠設立區域嘅總部喺度嘅。咁粵港澳大灣區醫療一體化，港珠澳大橋呢個醫療嘅專線，咁啟用嗰個跨境轉運系統，將呢個危重嘅患者咧由呢個轉運嘅時間咧就縮短至45分鐘嘅。初步估算咧，每一年咧就減少咗港區嘅醫療負擔咧，就約2000萬元啊。咁喺呢個藥物監控互認咁呢個廣東省嘅藥物監管嘅局咧就同埋香港呢個食環署咧就簽署咗協議嘅。咁而實現咗130種創新藥物咧就係雙城嘅通報，加速咗產品上市嘅流程嘅。咁大灣區內咧就9個內地城市指定嘅醫療機構就獲准使用香港註冊嘅藥物同埋香港公立醫院使用嘅醫療器材咁截至到2024年咧喺香港嘅港澳咧個藥物呢個系統政策下咧有28種藥物同埋28種咧醫療嘅儀器咧可以喺大灣區19個即係指定嘅醫院裏邊使用嘅。咁粵港澳大灣區咧就協同咧同埋深圳河床區合作咧就達成咧就1區2院，咁促進咧就跨境科研嘅成效嘅轉化就突破咗重點嘅。咁基因咧同埋細胞嘅醫療咧，咁香港咧就係個科技園公司孵化開發咗無創嘅產前測試嘅技術嘅。咁市場咧就擴展到東南亞。咁初創企業咧就利用 AI 嘅平台咧就縮短咗新藥開發嘅周期嘅。咁獲得國際藥企嘅合作。大灣區咧嘅人口咧就超過咗8600萬人。GDP 咧個總量咧就媲美南韓嘅。為咗咧醫療產品提供龐大嘅呢個試驗嘅場域。香港研發加深圳製造，就珠海臨床嘅測試咧呢個跨境生態嘅鏈咧就逐步成型嘅啦。全球嘅創新指數喺呢個廣州、深圳、香港嘅科技群體咧，以專利同埋咧就係科學期刊咧個數量計算咧，成為咧全世界第2大嘅科技群體嚟嘅。為咗促進大灣區裏邊嘅研發就係嗰個活動同埋創新科技嘅人才嘅流動。香港同埋深圳咧計劃聯合咁樣發展港深創新同埋科技園嘅。其中一個優先發展嘅領域咧就係醫療技術嗰個創科園咧同埋咧呢個會處於香港同深圳嘅邊緣嘅落馬洲個河套區嘅。落成之後咧將會係本港咧就係歷嚟最大嘅創新科技平台。對海外嘅中成藥就醫療儀器同埋係藥物製造商嚟講咧，香港咧就會幫助到佢哋進入大灣區市場嘅重要嘅門戶嘅。即係已經審批嘅臨床更急需嘅進口藥物咧就共咧有28款。同時咧香港註冊嘅傳統中成藥咧可以通過簡化嘅程序喺大灣區度註冊同埋銷售嘅。香港咧已經設有16所國家即係嗰個重點嘅測驗室啦，有6所國家工程技術研發嘅中心啦，同埋22間中國科學院嘅聯合嘅實驗室。人才咧就係知識創造同埋創新嘅關鍵嘅。香港咧有5所響世界大學排名躋身響前100名嘅大學啦。2024年咧香港嘅大學同埋香港嘅中文大學喺醫學嘅領域裏邊咧就位居頭嘅50名內嘅。同時咧呢啲大學咧亦都係世界頂尖研究型嘅大學，越嚟越多嗰啲研究嘅成果咧就轉化為成功嘅商品㗎啦。香港擁有咧就世界一流嘅科技嗰個基建，就係適合你從事咧就醫療健康領域嘅研發工作嘅。科學園咧就係香港嘅旗艦科技中心啦，提供各種嘅設備同埋服務，支持咧醫療健康同埋生物科技研發嘅工作嘅。香港嗰個科研能力咧就非常之卓越咧，吸引到世界各地嘅頂尖大學同埋科研嘅機構進駐嘅。香港係亞洲咧就主要嘅金融同埋資本市場，亦都係咧區內嘅熱門嘅首選公開招股嘅地點。同時咧香港亦都係全球咧領先生物科技公司嘅集資中心之一嘅。喺2023年底咧已經有126間
呢個醫療健康同埋生物科技公司喺香港上市嘅，亦都集資咗超過2766億港元㗎啦。亦都允許咧未有收益嘅生物科技公司同埋擁有唔同嘅投票權嗰個架構嘅新經濟公司咧，香港上市集資嘅。呢一項嘅政策咧有利呢個生物科技公司即係籌集資金啦，亦都鞏固香港作為生物科技公司頂尖集資中心嘅地位。喺2024年2月底咧，已經有63間未有收入或者盈利嘅生物公司就係喺呢個制度之下上市啦，集資額咧就超過1200億港元嘅。好啦，最後咧就同大家講講呢個風險挑戰同埋咧策略嘅建議嘅。咁喺土地咧同埋人才嗰個缺口裏邊咧，醫院咧就擴充計劃咧，因為土地嘅爭議而遲緩啦。咁專業嗰個護理人才嗰個缺口咧就達到1.2萬人嘅。香港咧生物科技專利嗰個審核劑期嘅嗰個週期咧，就平均咧為到22.6個月，比新加坡咧就18.3個月咧為高嘅。設立咗醫療創新自由港，就參考咧迪拜醫療城嘅規模咧，由呢個准許境內嘅醫療機構咧以呢個非地形式咧就設立診所，豁免一部分嘅進口關稅。推出咧呢個生命科技創新加嘅簽證，針對咧就 AI 製藥合成生物領域嘅專才，提供咧5年嘅居留權同埋研發資金嘅配額。就係構建區板塊鏈就係嘅藥物追蹤系統，聯合深圳、珠海，實現從呢個研發到流通嘅全鏈嘅溯源，提供咧呢個跨境醫療信任度。如果土地資源緊張影響到醫療嗰個設備一個建設咧，人才短缺嘅問題咧，尤其是咧喺醫療嘅人才同埋咧科研嘅人才方面咧，就國際咧就競爭劇烈咧，點樣保持香港嘅競爭力咧？點樣可以需要加強呢個產學研究合作，吸引呢個國際人才嚟咧？未來嘅趨勢咧，就結合大灣區嘅戰略，香港可以成為區域嘅醫療樞紐嘅，係發展智慧嘅醫療，推動咧中醫藥現代化同埋國際化，同埋咧疫情後咧新常態，比如咧遠程醫療同埋咧疫苗嘅研發。咁遠程醫療嘅興起咧，喺疫情催生咗呢個線上問診嘅平台啊，但係法規咧就尚未完善嘅，需要咧就係繼續深化落去嘅。人才嘅缺口咧，本地生命科技嘅畢業生咧就不足，需要擴大咧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嘅配額。法制咧亦都滯後嘅，細胞治療等前沿技術咧就面臨審批嘅框架不明，借鑑咧新加坡嘅模式咧，就推動私營資本參與同埋公營嘅醫療創新。設立咧就呢個專項嘅基金，針對咧就醫療嘅 AI 精準咁樣就係醫學等學領域咧就提供概念嘅驗證補助。區域又係協調機制，同呢個內地協商數據跨境流動，同埋咧臨床樣板共享嘅協議。未來嘅展望咧，香港咧就有望響以下嘅領域成為區域嘅樞紐。第一咧就係臨床試驗中心，憑着國際認可嘅倫理審查體制，吸引咧跨國嘅醫藥就係藥廠咧就3期係試驗嘅。醫療科技咧融資嘅平台，鞏固香港響18A 章嘅章節嘅優勢咧，成為咧係亞太區生物科技 IPO 嘅首選地咯。響健康老年化方案咧就輸出咧就係整合呢個公私營嘅醫療資源咧，開發呢個智慧養老嘅商業模式。香港咧就需要咧就響制度創新咧跨境協作同埋人才嗰個培養上突破嘅，方能咧就將呢個醫療同埋生命嘅科技轉化為經濟嘅新支柱。隨住大灣區融資融合同埋咧深化同埋全球嗰個健康即係需求嘅升級咧，香港咧有望咧就從呢個金融中心延伸為健康科技中心，創造社會同埋經濟雙重嘅價值。憑住咧背靠祖國面向世界嘅優勢，有望咧就通過呢個體制創新同埋即係產業嘅升級，打造咧有世界級嘅醫療矽谷。咁未來10年咧，如果能夠實現科技投入佔咗GDP 2.5%咧，培養到5至8家獨角獸嘅企業，吸引超過咧2000名全國嘅頂尖科學家，確立咗佢為呢個亞太區嘅醫療同埋生命科技嘅創新樞紐嘅戰略地位。好啦，今日咧同大家咧就講到呢度啦。希望咧大家咧關注我哋，記住咧就免費訂閱我哋嘅頻道，同埋發俾其他啲人聽咧。好多謝大家嘅支持。希望大家繼續就係多多關注我哋啦。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多謝大家。